是快乐，还是安那的这里苦？这个就是考验我们。当苦来的时候，不要怕苦啊。但是你只要勇往直前，把它走过去你后面就会觉得很快乐了。那在刚才是释迦牟尼佛、弥勒佛，我再讲一次，弥勒佛找释迦牟尼佛40劫修行完，释迦牟尼佛7劫成道。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苦行，遇到家里不顺，遇到什么苦的那个来的时候不用怕，这个就是你要成就，就是你进步很快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些都走过去了，只怕不走啊，刚才惊你唔行啊，拄着困难就好啊，这啊，唔知要哪好，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就不动了，就没有那个前进的动力，安尼1万难关都不会过了。遇到事情你要勇往直前的往前走，什么事弄我都不会去啊。那第二点就是，当业力来的时候，就是你要成功的时候。这个在后学就是心里很深刻的体会啊。后学还没有遇到我以前碰到的事情的时候也觉得什么是人间最重要的事情。一般咱在外面工作，咱工作为了什么？为了要赚钱嘛，赚钱要吃饭嘛，要过生活嘛，生活过得较好的嘛。咱要买厝，要买巷仔内做细间迄当然较俗啊，是要买迄个大路边看的做大间做气派。如果你有钱要买的话，你也无钱啊，免讲一定还是要买河边嘛。买厝咱一定要买大路边好看的气派，爱大的爽快，一般人都是这样。我们在平常在外面的生活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啊。那后学在之前还没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后学嘛是甲大口的人拢同款啊。出来社工作，我就想尽办法，很拼命打拼赚钱啊。我就把我一天当中所有的精力放在家嘛，因为我既然出来啊，我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要赚到最多的钱嘛。所以钱不够了吗？好了吗？所以那个以前我的那个心情就是处理了，现在做拍片探影的第二啦，其他的事情都是在旁边都是不是很重要的啦。然后现在遇到事情之后又来听这个写心法，心境就跟以前不一样的。以前叫我逐礼拜六讲来遮上课，无可能我拜做课做到也要忝死啊！拜六搁刚来遮坐，逐礼拜来遮坐。以前我认为这个不可能，叫我来安那我嘛无要来。我因为拜1、拜5以后，为了赚钱，为了养家活口，为了要交贷款，拼到要死啊！拼到拢无力啦！叫我拜六来坐，而且偶尔来可以啦，叫我逐礼拜来绝对无可能啊！但是当你碰到事情，当你了解了，外面的那些东西就是假的，外面东西那些就是假的，你就不会这么在意啊。因为超时想施工时间不多，我尽量较紧讲。刚才有叫我预先要讲心得，所以我有记录几点啦。当业力来的时候，就是你要成就的时候，你的修道阻力越大，你在天上的愿力就越大。到像我们现在啊，你有时候修道感觉到我做完那才大啦，像拢要来给我课啦，像都要安那啦，你的阻力越大，就是有可能你是在天上要来的时候，你下的愿力就越大。要有遮侪人要给你课啊，无人无代无志要给你课创啥？
在生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人世间没有做好，而要到地狱去。如果道修好了，就解脱了。我们要死的时候也可以含笑而归。柯林，你在外面跟人家讲说，你在死亡那一刻可以含笑归，没有人会相信啊。但是在我们道场，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啊。以上跟我讲的那几点，都是老师在讲，刚好被我偷听到，所以我刚好想到，我就把它做成笔记。还有上次我遇到说神明老要做鸡桶，然后我就不要嘛，他们就一直在缠着我嘛，我开始心态或者干扣嘛，然后我就坚持我一定要在道场嘛，我要再修我原本的一贯道，我不要跟你们去做什么鸡桶的奇迹嘛，经过几年时间，这几年时间身体对做艰苦，即马已经无啥艰苦，这个就是我们仙佛一直当后学在处理。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好好的把你的心修好，好好把你的道修好，好好的把你的家庭顾好，什么都往正面的方向去走。老师什么事情都会帮你把它搞定就对了啦。以前要调我这鸡桶天神明老师请天庭下旨，现在都已经到地狱去了。所以遇到事情，你哪个得修啊好，个得办啊好，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啦。以上就是后学在下，前见。